無綫小花郭柏妍近日忙住拍攝工作之餘，亦都不忘努力經營網上頻道。近日佢就喺網上頻道度鋪出一條新嘅飲食影片，佢就去到著名嘅美食勝地西灣河泰安樓度拍攝掃街片，竟然喺介紹食物期間撞到同樣嚟到呢度拍攝節目美食新聞報道嘅主持蔡景恒同埋嘉賓洪永城。之後 Tony 就喺拍攝嘅空檔即興加入 Rosita 嘅拍攝，喺附近大嘅 Tony 就自認非常之了解泰安樓，仲向 Rosita 推介必食嘅車仔麵同埋雞蛋仔。佢就咁話：答我朵，洪永城叫我嚟嘅，跟住佢即刻有折，冇折，因為之前我摘佢啲數，你幫我順便清埋佢。我撩還晒喎，原來係400幾蚊未俾，你幫我俾埋先。跟住咧就同佢講，佢一定幫你加料。好，我去嗰度洗碗。佢哋有趣嘅互動令唔少網民爆笑，仲有細心嘅網民留意到呢一集嘅美食新聞報道早就喺舊年11月已經播出，仲笑 Rosita 出片需要10個月咁耐添。